大家好，我係 Tiger，今日有緣四處走，我帶大家嚟到慈雲山嘅慈雲閣。慈雲閣本身呢係一座喺70年代起嘅多層高樓廟宇，融合咗啦佛道等唔同嘅宗教元素啊。上到去要行一段好大段色彩繽紛嘅樓梯先至可以去到正殿同埋各個殿堂啊。呢度有一個最引人入勝嘅故事，就係講緊80年代有一隻靈牛呢。因為佢俾湯之前就鬼到喊啊，咁屠夫同埋牛主咧覺得佢好有靈性，最後就送咗佢上嚟呢度養老。哇！呢隻牛最後喺90年代咧病逝咗之後佢就向其他嘅人報夢哇！佢其實係牛郎織女身邊嗰隻神牛希望大家可以為佢立像紀念後來呢度慈雲閣真係幫佢起咗雕像，同牛郎織女一齊喺廟裏邊俾人供奉啦。仲有呢度最出名嘅就係佢嘅18層地獄泥塑走廊喂，成排地獄刑罰場景一格格放喺你面前唔好做咁多壞事因為做咁多壞事死後會有好慘嘅懲罰噶。呢度咧真係可以稱得上咧係一個迷你版嘅虎豹別墅哇！你哋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紀，都應該知道九頓市虎豹別墅嘅地獄係幾咁警世噶啦。下次你離開慈雲山，唔好淨係行過入嚟慈雲閣睇下，一邊就係18層地獄嘅地藏府，一邊就係靈牛同埋牛郎織女，前邊風景係成片東九龍嘅景色，後邊係一個關於慈悲因果同埋動物靈性嘅香港故事。香港人係時候過嚟呢度行細味一下啦〜